我好想同你試下，其實俾個機會我追你。我 feel 到好緊張，跟住我 feel 到好珍惜。阿 Sophie，等陣我數5聲之後，你唔熄燈嘅話咧，我唔需要嗰5秒啦。葉倩文出生喺1992年10月27號，係香港女演員同模特兒，現為無線電視經理人合約藝員。佢嘅名同香港著名男歌手林子祥嘅老婆同名同姓。在校期間，佢曾經兼職模特兒。佢認為選美係踏足娛樂圈嘅捷徑，亦希望成為一個演員，所以畢業後放棄朝九晚5嘅辦公室工作，去參加2016年度香港小姐競選。雖然只係躋身30強，但就如願加入無線電視，成為演員。2017年，葉倩文加入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劇組，出演 Candy 一角，開始為人熟悉。葉倩文熱愛演戲，同時亦珍惜每一個機會。可惜每次得到嘅角色大多為助手或花瓶等角色，難有表現空間。2017年至今，大大小小共拍攝49部劇集，但角色都容易被忽視，且發揮有限。佢嘅努力係有目共睹。2021年獲提名競逐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1飛躍進步女藝員獎。咩事啊？你係邊個啊？你唔覺得我好面善咩？我係嚟自15年後嘅你啊！我專登喺未來翻嚟探你，係咪整蠱節目啊？但事實係2034年，人類已經發明咗時光機，係咪真㗎？咁如果你係我着幾多號鞋啊？37咯。因為我同你都中意咧，喺個鞋度加個增高鞋墊。正確啲嚟講咧，應該係有啲鞋嘅 size，我哋會專登買大啲嘅。然之後等人哋望落去隻腳長啲，好似我家陣咁樣。我屋企密碼係654321。我40幾歲仲係咁靚啊！時空穿梭係有限制嘅，我唔可以同我呢個時空以外嘅人有隨便嘅接觸。咁我哋保持呢個距離啊。係咧，點解你會翻嚟揾我嘅？咁係因為我喺你呢個時候都經歷咗人生低潮，所以我專登買張旅行套票翻嚟探你。咁我未來會點啊？我仲做唔做得翻化妝同美甲啊？你一定會好快去捱過你嘅人生低潮。你睇下我已經財富自由㗎啦，唔知 keep 得咁好啊，仲咁有錢同咁成功。其實人生咧就好似一場賭博嘅啫，有賭未為輸。就算呢一場賭博輸咗 ，so what？ 仲有下一場㗎嘛，係咪？我約咗人食飯，我要翻去2039年啊！我同你都好中意食一隻豬仔糖嘅，你會唔會收埋少少咧？我間房有啊，我攞俾你啊！咁快走咗？我頭先經歷咗啲嘢啊，不過講你都未必信㗎啦。我嚟緊會努力生活㗎。總之咧，我知道我今次嘅難關會好快過。你識咁樣諗就好啦。做咩事啊 Candy 出事啊！過咗去澳門，話以後要做職業賭徒啊！你今次啲效果咁低，啱唔啱到 Candy 㗎？但係點解今次冇嗰道時空門嘅？今次買唔到嗰套高級旅行套票，你有冇執到我張賭場 VIP 卡？呢張卡唔係你㗎？係啊，你咧堅持做一個好成功嘅化妝師啦，同埋美甲師。啊係啊，我有嘢做，趕時間，我走先啦。卓啊！喂，二哥，你過嚟澳門做咩？我拍戲咯。你係楊卓娜？穿着波啊！唔緊要啦，麻煩你啊真啊。多謝娜姐，I love you，好中意你㗎。你哋呃我，根本就冇未來人呢樣嘢，你哋夾埋玩我啊！大佬，雖然呢個未來係我哋作出嚟，但只要你肯企翻起身，我相信未來嘅 Candy 都會一樣咁靚。你有咩想講？我唔想。Candy，我哋拍拖啦。我知我之前呃你冇分手係我唔啱，我驚我哋一拍拖如果分手嘅話，我哋連朋友都冇得做啊！即係你會咁樣傷害你嘅朋友嘅？唔好話朋友啊，我哋連陌生人都不如。我哋嘅關係已經變成我預計中最壞嘅結果啦。咁我情願試下同你拍拖。Candy，你做我女朋友啊？情願試下同我拍拖？朱玲玲，你當我係乜嘢啊？你而家施捨我啊？喂，做咩啊？仲未搞掂啊？喺度雕刻啊你？我已經好趕㗎啦。你第一日喺片場度做嘢咩？佢旁邊可以咁樣撻我手指啊？大家做嘢啫嘛，應該互相尊重。就算你有做錯嘢，都唔應該撻你手指咯。我咁大個女都未受過呢咁嘅氣㗎。我之前有咁樣俾人撻過手指咩？但係你受氣都唔係今日嘅事啦。做間好好食嘅 dish。喂，
望咩望條路你行晒㗎？唔好意思咯，原來我年終俾人恰咁多次咩？朱錦春喺邊度？揾我咩事啊？做咩啫你？我學你咯，有冇人同你講過咧？咁樣好冇禮貌㗎。我唔記得咯喎。你覺得自己好威啊？定係因為覺得我好恰，所以可以對我冇禮貌啊？你知唔知你咁樣好唔尊重我啊？你話我化得慢，原來你一早就知道改咗 run down， 但係你冇俾心通告我。對唔住。我唔要聽你道歉啊！你同我記住，我唔係化妝妹，我叫 Candy。朱錦春喺邊？小豬唔喺度啊，佢辭咗職而家咪冇做啦。嚇！咁我爆咩啊？我爆空氣啊！你而家點都鬧我唔到㗎啦。點解又係咁㗎？又捉佢唔住，又鬧佢唔到。哇！好臭咩事啊？哇！明知清潔姐姐放假唔得閒，佢都唔自己清嗰啲垃圾嘅。望，咩事啊而家？我唔該你而家即刻抌啲垃圾佢啊！你哋係嫌臭嘅話，幫我抌咗佢咯。好，垃圾啫嘛，我幫你清啊！你停手啊！做乜嘢啊你？停手啊！我而家處理緊個減廢源頭啊！啲垃圾喺邊度嚟？我咪抌翻喺邊度？你唔想我抌喺你間房啊嘛？咁我抌喺你個房啊！啲垃圾我自己處理翻。你知唔知幾爽啊？我而家咧連覺得吸啖空氣都心曠神怡嘅。我以後咧一定唔會俾人哋嘅錯搞到自己內傷㗎。近日，葉倩文參加 TVB 嘅戀愛真人 show《女神配對計劃》，童真展望火速配對引嚟全港討論，大家都紛紛期待佢哋嘅後續發展。原來4年前 GM 曾展望同葉倩文早已認識，甚為有緣。大家好，我叫 GM， 我芳齡27歲，我同林子祥係同一日生日嘅。咁咪好有緣咯！我個心跳得好快。咁咧，我而家就打俾，知點解咁啱有佢電話？邊個 ？Sophie 咯。喂。Hi。想請你食餐飯啊？呢啲就係請我嚟嘅陽光男孩。我第一眼都覺得你幾討厭。點解啊？好人喜歡，同埋睇極都唔厭。因為決定整呢個餐肉蛋俾你有原因。Chance, give me a chance。咁其實點解有冬菇同豆腐咧 ？I won't 辜負 you。呢個菜咧就叫做原來有你心。我好想同你試下，其實俾個機會我追你。我 feel 到好緊張，跟住我 feel 到好真誠。Sophie， 等陣我數5聲之後，你唔熄燈嘅話咧，我唔需要嗰5秒啦。哇！葉倩文出道至今俾人嘅印象都係勤勤力力、有理想、有拼勁。雖然影視資源分配不多，仍然默默耕耘，為角色一直都係發揮有限，致外界認為佢只係花瓶一個，導致惡性循環，難以突破。其實細心一睇，佢一直有磨練演技，尋求進步，唔只係單一角色戲路。希望佢日後能自我突破，不再受外貌耽誤，銳變成人人叫好嘅演員。我中意比較主動少少嘅女仔，所以 Carmen。正當個個都話女神配對計劃係劇本嘅時候，關嘉敏唔係扮㗎，佢真係揾男朋友俾你睇。我爸爸係莊國嘅，大衛。希望你可以揀我啦。莊入嚟嘅時候，我係好緊張，即係見到佢係有種心跳嘅感覺。我當下你嚟我屋企咁嘛，即係你做我女朋友，咁你會唔會緊張？梗係會緊張啦！我使唔使買羅橙咧？定係我買啲咩啊？買餅啊咁樣。覺得 Carmen 都係會揀細裝，俾我落台階自己。你贏嘅機會率係好大噶嘛，唔算係對手。Carmen係冇理過 Andy 去講嘅任何嘢。每講一句説話都會向緊減分嘅方向。睇到呢度，相信各位網民都覺得關嘉敏已經揀咗。的確，呢一組嘅懸念比較少。喺女神配對計劃第1集，西裝出場嗰一刻，關嘉敏就早早 mark 定咗西裝，嗰股熱情積極嘅情緒好快渲染咗佢。一開始時，西裝嘅心水女神係李子晴，正係關嘉敏嘅不矜持態度令佢回心轉意，順利入組。第一日面試咧，我就本身係想睇好啊李子晴嘅。我覺得你好吸引啊，希望你可以揀我啦。哇！我想問下你對冷戰點樣睇啊？我係一個即時解決問題嘅人嚟嘅，我唔中意隔個嘢，但係我知道會有好多女仔都需要時間。我唔使嘅。Carmen 啊，少少矜持好冇？好中意聽 rap 㗎。可唔可以 rap 一段俾我哋啲嘅女神？我明的感覺 ，I'm tripping about the many ways，希望可以打動你的心。哇！
鎖定西裝後，其餘兩位男嘉賓慘變陪跑。雖然講嘢可能會得罪兩位男嘉賓，但係關嘉敏實在太明顯，毫不掩飾，唔似其他女神組別各種伏筆。反轉，嘉敏姐主打就係一個真性情。或者大家並唔熟悉關嘉敏，今集我嚟講下關嘉敏嘅故事。聽完之後，你哋就會明白我話嘉敏唔似戲子，佢係真係揾男友。關嘉敏出生於1994年8月24日，身高174厘米，處女座 ，MBTI 為 ESFJ 執政官人格。執政官具有使生活中嘅人們感到被支持、被照顧同安全嘅才能。目前單身3年，呢個資訊好重要，亦都係我點解話佢上節目係真揾男友。相較於其餘4位女神，全部都係單身1年左右，甚至大多數唔夠1年。李子晴單身半年，梁敏巧單身半年，羅毓儀單身1年，葉倩文單身8個月。從物理層面嚟講，關嘉敏的確比其餘4位女神更需要拍拖。大家記得千祈唔好講關嘉敏飢渴。其他女神可能分手冷靜期都未過，加上節目籌備嘅時間，可能啱啱分手就收到節目組嘅邀請，真係會打算咁快發展新一段情咩？關嘉敏中學畢業後就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，即係 Ivy， 主修商業文憑。2013年，關嘉敏參選 Face U Star 大專校花校草大選，以身形高挑同中國舞十級作為賣點，更被司儀讚佢樣好似周秀娜，有小周秀娜之稱，最終進入4強。其實咧，覺得你咧就有啲似咧阿 Chris 周秀娜，有冇身邊啲人或者啲朋友有咁同你講過？有一次就係搭緊車啦，跟住之後就有個學生跟住走過嚟就同我講：你係咪周秀娜個妹妹嚟㗎？咁樣點解你兩個咁似樣嘅？2016年，關嘉敏加入天文娛樂，組成女子組合 Bingo 至今，並擔任隊長。可惜組合人氣平平，成員更被多番替換。我本身就有一個小小嘅目標啦，就係想做一個全能嘅藝人。除咗唱歌跳舞，關嘉敏開始接觸演戲，積極擴充自己娛樂圈嘅本錢。2020年，關嘉敏向全能藝人發展，參加全民造星3，雖然止步20強，但憑一首舞娘人氣急升。睇返當年網民嘅留言，關嘉敏的確雖敗猶榮。全民造星3後，關嘉敏曾就訪爆未獲 ViuTV 上色談合作，最後關嘉敏選擇簽約邵氏，入 TVB 拍劇作新嘗試。2020年起，飾演一啲邊緣角色，《法證先鋒4》、《逆天奇案》、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、《美麗戰場》、《法證先鋒5》都有佢份。我最近拍嗰套電視劇呢，就係叫做《隱形戰隊》啦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。2023年，《隱形戰隊》、你好，我的大夫、逆天奇案2、巾幗梟雄之懸崖、奔跑吧，勇敢的女人們開始擔任少有發揮嘅角色。Bingo 女子組合，我哋夠錢要分咁多份，佢哋係生活唔到咯。因為之前都嘗試過收入係一個月嗰個月係得8毫子。當初未出道嘅時候，覺得做明星係好有虛榮感嘅。出道之後唔係想像中咁容易。我媽咪就會覺得點解出咁少嘅咁樣，會覺得好似冇嘢拎到翻去俾佢睇。由組合低谷到全民造星嘅表現亮眼，關嘉敏可謂升價10倍，工作量大增，各種代言接不完。但係由於加盟 TVB 被網民大鬧反骨，關嘉敏亦都無可奈何。始終網絡上總有偏激之人，而佢哋總喜愛帶風向，不分青紅皂白。明明關嘉敏只為天盟娛樂嘅藝人，根本冇左右去留嘅特權，因為全民造星後亦未得到 ViuTV 合作意向，公司高層遂決定轉投 TVB。但網民就一窩蜂指責關嘉敏，更全盤否定佢付出嘅成果努力。係咯，話你依家你係咪即係忘恩負義啊？我依家係可能連呼吸我都俾人鬧。
首先呢樣嘢唔係我可以話到事，去到另一個台嘅時候，你會覺得我好差咁樣，好似抹殺咗我好多努力咁。2024年，關嘉敏參加福祿壽訓練學院再次引起迴響。該節目復刻演出經典戲劇及舞台作品，以淘汰制選出扮野王。而關嘉敏一路披荊斬棘，喺決賽中奪得第2嘅名次，成績相當唔錯。而佢喺度扮譚輝智唱歌一幕，更惹得觀眾哭笑不得。連譚輝智本人亦都大讚關嘉敏厲害。你以為佢係譚輝智，其實佢係關嘉敏。真唔係講笑，第一次睇真係分唔清邊個係邊個。你好，第一次見面。By the way，我係關嘉敏。我係譚輝智。全部又要跳舞啊，要做翻唔識跳。多謝你，我俾呢個本尊肯定咗，我就好開心。你呢個位係咧，係冇可能唔係我嚟，呢張係誇張啊！呢張。2025年，關嘉敏參加女神配對計劃，節目出街後，各位女神話題極高。相對其他4位女神，關嘉敏似乎揀咗就認定了，俾人嘅感覺就係專一，唔會三心兩意，而且有別於一般女孩子，佢明顯積極熱情，遇上中意嘅就主動出擊，更俾網友認定係最真誠嘅女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armen。1、2、3，要平方定大波？大波。你要香港嘅定口臭？口臭？口臭。要靚仔但性無能，定係好得唔靚仔？好得唔靚仔。出賣自己換利益定出賣人哋換利益？出賣自己換利益。你擔保有錢做正印要捱窮，揀邊個？正印。關嘉敏入行9年，雖然星途未算大紅大紫，但亦都偶有爆點。即使近期香港熱話嘅女神配對計劃熱度亦不如其他女神，但我睇到嘅係佢一心挑選心儀男士，所以態度堅定。就算冇節目效果，但勝在真心真誠。希望節目中能覓得如意男友，加油！ Sophie 好激動有時好激動啊！ Sophie 係啊，我覺得佢好真心啊！以前我遇到真心中意嘅女仔，我都係淨係識得送幅畫俾佢，就算送完俾佢，我都唔夠膽承認自己中意佢。希望以後唔淨止係畫畫，時間、心機，所有嘢都送俾佢。好有心喎，好有心喎，好溫馨喎！真誠呢個男仔，嗰種誠意同埋嗰種好長情啊，好溫柔喺入邊。當大家都以為呢一段咁感人嘅告白一定會成功嘅時候，結果子晴個選擇喺你度啦，你會唔會俾一個機會佢，等佢加入你嗰組？對唔住啊，唔好意思，佢最後都冇揀選你。點解唔咁咧？俾機會佢入嚟追佢啊嘛！太突然啦，對於我嚟講，咁所以我需要啲時間去消化下先。可以俾大家睇下佢當時畫嗰幅畫嘅。哇，好靚啊！我真係完全冇諗過佢係對我有意思，咁所以好混亂咯嗰一下。畫得呢啲肯定係咩啦？咩？愛得好深噶啦！嗰下就係我撳咗，我就要同佢拍拖，可能俾多幾秒我就會撳咗咯。依家都有少少後悔咯。其實你就唔係咁滯就要同佢拍拖，只係俾個機會佢晉級去繼續追你啫。呢個世界就冇話包生仔，唔係話參加呢個女神配對計劃就一定要拍到拖。不過你咁絕情都可以理解嘅，可能唔想拖住人哋先請周家全食個咁大嘅檸檬，又或者唔想俾人話你收兵，所以先直接淘汰。但睇完女神配對計劃第2集，即係6月15號出街嗰集，先知道你唔揀周家全原來係因為呢個原因。作為一個普通嘅觀眾，冇認真了解成個賽制，先至覺得李子晴一開始嘅做法冇任何問題。睇第1集時，仲以為每位女神選擇3位男嘉賓入組，壓滿就停。原來唔係噶，原來揀完3名之後，遇到再有心動嘅男嘉賓，女神可以淘汰之前揀嘅，即係話李子晴絕對可以喺選擇周家全之後，再遇到心動男嘉賓，再將佢淘汰。咁樣係咪冇咁 hurt？但李子晴就冇選擇咁樣做，原因就係因為周家全嘅 package 連佢嘅底線都到達唔到。
我哋可以睇翻《女神配對計劃》第2集，佢所選擇嘅3位男嘉賓。跟住落嚟係159號，佢嘅職業係一位分析員，年薪超過80萬。大家好，我係159號，咁我嘅專長係分析啦。做一個最主動嘅一個女仔啊！你揀一個女仔，你主動咯，邊個都得㗎，你中意。好高興認識你。好得意啊！俾我嘅感覺係，即係我想撩佢講嘢，調翻轉，因為我自己都算係一個慢熱同埋被動少少嘅女仔嚟，可能同佢相處下都幾有趣。就咁睇，呢位男嘉賓似乎就想識葉倩文多啲，但係李子晴就毫不猶豫為佢留咗位。我哋又嚟睇下佢揀嘅第2位男嘉賓。尊重我嘅諗法。呢位男嘉賓明顯心儀葉倩文，李子晴諗都冇諗就揀咗佢。雖然網民大鬧呢一位嘉賓成日講錯李子晴個名，連基本誠意都冇，但都算啦，可能人有失手，馬有失蹄。但老實講，4位男嘉賓應該係周家全最有誠意，有啲男嘉賓甚至連首選都唔係李子晴。當然，以賬面實力嚟講，周家全的確係最差，又難怪李子晴唔揀你。作為一位多年嘅演員，連維基百科都冇乜嘢記錄可查，前途令人擔憂。睇返呢3位男嘉賓。一位年薪80萬，一位做保險做到有隻船，另一位係4間西裝店嘅老闆。周家全又真係輸晒，怪不得李子晴諗都唔諗就揀咗佢哋。李子晴出生於1993年2月6號，水瓶座，係香港女演員及節目主持。2018年，李子晴參加2018年度香港小姐競選，可惜12強止步。其後加入無線電視，主要擔任一啲節目主持，亦會出演一啲劇集嘅單元角色。其中喺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飾演香島大學學生 Fanny 一角，開始為人熟悉。2020年，李子晴以二拎一角成為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嘅長駐角色，開始慢慢累積人氣同建立健康正面形象。2022年，李子晴參加香港小姐再競選，奪得亞軍，並獲得最佳進步獎。之後都有積極參演拍戲同埋主持，默默耕耘。2025年，李子晴參加女神配對計劃，作為5女神之一，節目引起廣泛討論。但李子晴因為拒絕周家全，被全網鬧爆，並貼上拜金標籤，形象插水。好耐冇見過 Rachel，你個八婆唔好喺度扮晒嘢啦！你估我唔知係你幫你老闆放料出去唱衰我？我哋係咪有啲咩誤會啊？依家一 search 我個名，全部都係背夫出軌、車震排舞、出道6年、50幾個男朋友，死纏爛打咁想嫁入鄰家豪門啊！依家我戲又拍唔成，我老公又要同我離婚 ，Alex 又要同我分手，呢條數點計啊？人哋嫁入豪門深似海，佢呢連老爺奶奶嘅氣都唔使受啊！老爺呢就末期肝癌得返幾個月命，奶奶又一早瓜咗一齊，趕住結婚沖喜啊！成副身家送到埋嘴邊啦！等佢哋結婚之後，做啲人小心咯。有得分身家嘅話，我又唔介意。心機女又得，尖酸刻薄又得，唔知傻更更又得唔得呢？喂，好收機咯喎，我哋嚟見客㗎，顧住睇孔劉，睇得多靚仔，心情又好啲。你額頭作住外貌協會4個字啊！即係我都入咗行2年啦，咁我都未試過同一個女仔咁 close。沿住超柏耶河有好多古蹟，鄭王廟就係其中一個打卡勝地啦。時間緊迫，我嚟之前已經做足功課。力啲嘅提問係咩咧？立立絲，我好立立得㗎。我平時中意做運動咧，啲肌肉係特別攰，痛啦，但係佢完全冇呢個痛嘅感覺咯。其實磨砂皮膚係幾好。未試過同一個女仔去旅行咁耐啦，我都係，即係我都入咗行2年啦，未試過同一個女仔咁 close。原來 Steph 係一個好 pure、好真誠嘅女仔。呢個 trip 都帶咗俾我好多第一次或者第一次出埠啦，我覺得好 sweet， 好開心，多謝你。入行6年，憑住默默耕耘同不懈付出，李子晴嘅演藝生涯開始略有小成。雖然拒絕周家全一事令人標榜拜金，其實娛樂圈嘅女星又有幾多個女藝人冇試過被標籤拜金？娛樂新聞本來就係將缺點放大，一層白踩，所以既然作咗決定，就莫須理會負面評價，繼續前行先至係你嘅主線任務。
Yuki，希望可以慢慢咁樣靠近你。我個人都比較慢熱少少嘅，希望就唔可以好似啱啱咁一嚟就100咁樣嚇親你。唔會啊，我其實好開心。估唔到刑偵12仲未大結局，飾演江子樂嘅林俊琪就走過嚟客串女神配對計劃，到底係走過場定係真心尋找心動女神？本集主角係2019年加入 TVB 嘅羅毓儀，默默耕耘嘅佢開始略有所成。近日女神配對計劃大熱，作為5位女神之一嘅羅毓儀，當然亦都備受關注。大家好，我係 M， 本集嚟講下羅毓儀嘅故事。羅毓儀，英文名 Yuki， 出生於1996年5月23日，現年29歲嘅佢係一名香港女演員。2019年參加第30期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，畢業後演戲至今。演戲初期大多飾演一啲模特兒同女學生等，而真正讓觀眾認識到羅毓儀嘅，應該係佢喺下流上車族飾演車曼曼嘅表現。我幫你慳咗90萬，你中咗彩票啊？嗱，你嗰啲讀書4年咧，82萬，佢而家幫你慳翻90萬。好辛苦先揾到呢間學校㗎，呢個係壞消息嚟嘅，你哋搞乜嘢啊？對唔住啊，媽咪，我淨係殺咗隻乳鴿，淨係燒咗嚟食啫嘛。佢違反咗候鳥保護法。真嘅喎，哇！咁啲細都唔使翻加拿大。我喺加拿大得自己一個人，唔知點解食咩都冇味。我一路食嗰隻乳鴿，我就覺得好似同你哋一齊食緊飯咁啊！真係好想同你哋一齊，好掛住你哋啊！女僕餐廳。喂，唔多正經喎，呢啲嘢係嘛？裏邊好 pure，係個魔法世界嚟㗎。呢度直情係單身宅男嘅 landmark 添啦。你睇下人流咁旺，我而家係擔心你遲咗買個盤俾人搶咗咋。250萬樓下，咁我就可以諗下。即刻幫你問下。我識得呢個女仔嘅，佢係我朋友個女嚟。主人啊，你飲咗呢2杯milkshake之後咧，就會獲得魔法能量噶啦。私の願いを叶えましょう。唔係錯，只要你同我哋一齊念呢個魔法咒語，咩願望都會成真㗎。私咯，見下肉。等，個客話248萬成交。你講真㗎？既然今日咁開心咧，升級做一個開掛人生套餐啦。要加成200蚊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唔該你啊！好啊，我就要個掛開人生。係開掛人生啊！多謝你啊，主人。小姐，我哋閂咗門噶啦喎。我想問我2個女啊，千千同萬萬啊，唔好講咁多啦。嗱，千千萬萬咧，佢哋唔做噶啦。你到呢度遊樂場啊？自己入去揾我哋慢慢傾啦。哎呀，萬萬啊，你做咩着成咁樣㗎？我當你哋如珠如寶，你哋真係做啲咩女僕都服侍男人。你知唔知嗰啲男人上嚟及你哋，你蝕底晒都唔知，一味喺度貪得意。夠啦，媽咪啊，件事唔係你諗咁噶，係你話要揾錢買樓，要加家用。家姐都打緊2份工啦，咁我咪嚟呢度翻工賺錢咯。爹哋佢好怕鬼，佢連死人化妝都去做啊！喺呢度坐3晚，如果冇頭暈身慶嘅話，你咪留低喺度做嘢咯。只要你心無雜念，佢係唔會搞你嘅。你咁驚，咁點做啊？我咪嚟 in 你嘅臉容師咯。咁你又做到？我阿媽化開。點解冇人同我講㗎？你一嚟到見到我哋着住套女僕衫啊，就話我哋唔正經，邊人夠膽同你講啊？我哋仲點講落去啫？我嚟呢度做侍應，我係想證明我自己係一個有用嘅人，我唔想見到你同爹哋咁辛苦啊！我好想可以幫到屋企啊！羅毓儀飾演嘅車曼曼喺劇中同姐姐車芊芊姊妹情深，為觀眾留低唔少深刻印象，亦都係佢自2022年以前最多戲份嘅一部劇。阿公，我哋會等你㗎。我喺飛之前點都要揾你哋出嚟傾下，我係被放假嘅。佳叔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講。呢一份係你呢2年用公司電話同埋信用卡嘅交易記錄。你咁係咩意思啊？我唔係質疑你同阿公幾廿年嘅友誼。需要我解釋？我可以解釋。不過如果你要等阿公嘅，不如放下假先啦。梗係好啦，我等呢一日都唔知等咗幾耐。
阿公教我做生意要膽大心細，目標純粹，心無旁騖，睇準就捉實唔放，用最快嘅方法完成。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趁海哥病嘅時候吞咗間公司，想像唔到啊嘛！我希望你哋作為佢個仔同埋女朋友，可以阻止多多。如果唔係，我驚前萬世會俾佢玩冧。諗住長做個 CEO 啊？其實我份人都幾着重儀式感嘅。你係咪想諗住老闆病吞晒成間公司係嘛？如果我話係咧，你一直對阿爸咁好，根本就有企圖想攞咗間公司嘅。你哋兩個而家都唔係前萬世嘅人啦。原來最反骨嗰個係你。前萬世即係阿貢獻我嘅補償。前萬世係阿爸嘅心血。報道。我揼石仔揼咗幾廿年，先揼入前萬世。究竟你策劃咗幾耐？其實我8歲嗰年就知道自己唔係你親生孫女，執咗一隻唔識報恩嘅流浪貓翻嚟，仲要俾佢反咬一啖。不過我都係跟你學嘢㗎咋，喺你心入邊親情根本就不值一提，我學得似啊嗬。2024年，羅沃兒首次擔任女主角，飾演神奇小子嘅金多多。劇中為無血緣關係嘅錢大海孫女乖巧可愛，同錢大海經歷唔少風雨，並得到其信任。後來喺錢大海手術期間，接手前萬世集團成為行政總裁，但極速變面，欲吞併錢大海辛苦創立嘅公司。網友對羅沃兒嘅黑化可圈可點，有人認為飾演奸角仍然欠缺火候，亦有人認為首次嚟講勇氣可嘉。其實呢5年嚟講，我覺得我自己都算滿意。神奇小子呢一套就俾咗金多多呢個角色我，始終金多多呢個角色都算係重戲份，都覺得非常之感恩。即係繼下流上車族之後，叫做最多戲份嘅一套劇。早喺2015年嘅時候，羅沃兒就同當時嘅男朋友 Mike 以情侶檔嘅形式經營 YouTube 頻道咪咪 Yuki 觀察日記。一直以嚟，羅沃兒都高調認愛，即使男方樣貌唔被外界睇好，亦堅持站邊男友。可惜雙方感情經唔起時間考驗，喺2024年3月嘅時候，羅沃兒宣布同 Mike 分手。物是人非，咪咪 Yuki 觀察日記亦被重新命名。我哋而家拆咗火都好啦，所有嘅片啊或者盈利上嘅所有嘢都係歸佢。我嘅心態都唔係想賺錢去做呢一樣嘢啦，我都係一蚊冇攞過。喺嗰5秒之內你都唔着燈嘅話咧，咁啊 Chris 就唔好意思啦。有冇啲咩説話同阿 Yuki 講？希望佢揀你。Yuki 係一個需要多啲陪伴鼓勵，即係可能中意睇戲啊、睇動漫啊，又或者中意食某啲嘢咧，我都會陪咗佢先啦。你有好多煩惱啊，又或者做嘢嗰方面嘅嘢咧，我會想一齊同你研究，一齊去進步。希望有呢個機會。你好似好了解我咁樣，都唔知點解。出道至今，羅沃兒其實都有積極發展個人嘅演藝事業。除此之外，佢亦都係一名吉他愛好者。近年開始着重歌唱事業，可謂多才多藝。為同前男友 Mike 分手後嘅後續處理令人詬病，有人認為分手後過度消費前度實屬唔恰當。我認為應該懶理是非閒言，勇往直前。別人的嘴巴管不住，不如增值自我，用實力等黑粉住口。其實媽媽就比較中意賭錢，佢甚至乎係我爸爸攞咗張屋契買咗層樓去賭錢。我覺得賭錢呢樣嘢真係好恐怖啦。咁可能講緊幾百萬，3日就已經可以輸晒嘅。女神配對計劃掀起全港討論，身為5女神之一嘅梁敏巧 Maggie 當然備受矚目。不過拜金醜樣嘅負評接踵而來。事緣 Maggie 喺挑選男嘉賓環節，無一例外都係專業人士或者身家過億。佢嘅組別被外界認為係富豪組別，被標籤上拜金女神嘅 Maggie 又會點樣回應負評？難道揀選優質男士就等同拜金？大家好，我係 M， 今日嚟講下梁敏巧嘅故事。梁敏巧 Maggie 出生於1995年5月24日，從小喺沙頭角同粉嶺長大，現時為香港女主持及演員。2013年 Maggie 入讀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，大學畢業後加入東方日報成為港聞記者。因為記者工作苦悶，
為求新鮮刺激感，突發奇想去參選2019香港小姐競選，獲取入圍通知後，隨即辭去記者工作。其實真係好突然，即係由呢個念頭見到呢個念頭去參加，係可能係3-2日嘅事嚟㗎咋。係3號嚟問下 Maggie， 參選港姐係我人生一個大挑戰。不過選美初時 ，Maggie 爸爸就反對佢入行。其實我爸爸係好唔鼓勵我入行嘅。咁我話要選嘅時候，其實佢一粒聲都冇出。其實你咁大個，我做咩都阻止唔到你㗎啦。我係唔贊成，但係我會支持你咯。嗰陣住沙頭角嘅，我爸爸每日都堅持管接管送，即係好早好夜佢都會咁樣做咯。係咯，我爸爸真係一個我好尊重嘅人啦。最終 Maggie 榮獲該年度香港小姐10強。賽事結束之後，選擇同無線電視簽約，喺2019年10月起正式成為旗下經理人合約藝員。2020年3月開始加入主持兒童節目《丁碧天地》，2021年7月起擔任東張西望外景主持。2025年參與無線電視戀愛真人秀節目《女神配對計劃》，人氣急升。拍劇方面，基本上只參與多部劇集嘅閒角，並未有角色名字，一直均以主持節目為主。雖然頂住港姐嘅頭銜去做東張西望主持，但肯做肯捱，敬業熬業。外景前線訪問危險艱辛 ，Maggie 為求真相都無懼安危，多番訪問都被辱罵，甚至襲擊。2023年10月18號，東張西望嘅一集，只有不法集團以略高於5折嘅價錢，向以免遣返申請嘅南亞裔人士現金套現價值1200蚊嘅食物卡，然後去換取大批超市貨品。本地幫蛇頭之一彭太，再以7折價錢將超市正價貨品轉售俾區內街坊。Maggie 作為本次事件外景主持，為求真相，採訪期間當場質問涉事婦人彭太而被打傷嘴角。呢張食物卡原意係社署發放俾免遣返申請留港嘅南亞裔人士，但彭太利用食物卡作生財工具。你嚟攞咗南亞裔人士嗰啲食物卡套現，點解你走嘅？可唔可以講下？係咪小心啲，小心啲！哇！冇！小心啲，小心啲！點解唔可以？你唔好偷我哋啲嘢先得㗎！喂，我彭太，佢打到我嘴好痛啊！嗱，唔好偷我哋啲，我哋真係報警啊！報警得㗎！最終喺 Maggie 極力游說之下，彭太心平氣和，和盤托出。做咗幾耐？今日第一日做，遠嘅唔關我事，我唔會搶佢。佢總嗌我幫佢啲，幫下我哋啦，我哋又冇錢，我哋啲食物又食唔晒。係一個中間人幫手俾啲南亞嘅人。係啊，就冇從中獲利㗎係嘛？打你度冇啊！太瘋狂掃貨，買貨嘅數量已經超越一般家庭所需，全部親自推去附近藥房，並且由藥房負責人收貨。我哋有能力，即係有辦法攞嗰啲券啊，啲咩可以喺嗰度攞平啲賣俾你哋。得知 Maggie 喺東張西望之後，藥房負責人就推到一乾二淨。佢自己放低喺門口，然後兜實出去嘅，關我哋唔關，我唔係老細。哦，即係我都係打工嘅啫。另一間有份用超市貨嘅南亞商店，同樣將事情推得一乾二淨。No, I'm not the boss. 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boss? I have no idea. I'm just waiting. 超市經理都逃避回答。你同彭太係咪都好熟㗎啦？其實我哋唔熟啫。太有點你哋啲職員做嘢。你都係問翻我公司好唔好？以當時計算，領取食物援助嘅難民約有12000人，以每名難民領取1200蚊食物津貼計算，政府每月需要動用1440萬公帑。如果有人利用漏洞從中獲利，不能用得其所，等同浪費社會資源。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多加監察，以便減少濫用公帑嘅情況。而 Maggie 是次嘅不屈不撓中把真相揭露，引起迴響，網民大讚正義女神。2025年6月17日嘅一集 ，Maggie 追身訪問西營盤唐樓惡霸，險被襲擊。咩事啊？咩事啊？仲隨處潑尿。呢棟大廈有個惡霸，逼到其他租客都怕咗佢要搬走啊！業主更加係求助無門啊！泥土一上嚟咧，越行上嚟嗰陣味啊，越嚟越勁啊，咁唔壓味啊！你好啊，你係咪住2樓㗎？有人見到咧，你成日咧有將啲大小要變咧就周圍擺喎，好多鄰居都咁講喎，應該唔會搞錯喎，佢哋都話係你喎。哇！估唔到咧，佢為咗避開我哋嘅質問咧，竟然當住 Maggie 面前衝唔得。而家咪去翻工啊！你係咪黐線啊？我要你換膠啊！後邊呢個啊！哦，我解釋下。啱啱佢一下咧，揈一揈書包咧，我都差啲俾佢襲擊到。
我哋一路追佢啦，一路問佢問題啦，佢都係問非所答，同埋咧好多粗言穢語嘅。面對眾所周知、人人敬而遠之嘅惡霸 ，Maggie 都無所畏懼，值得嘉許。2024年10月21號，翡翠台播出由無線電視製作嘅資訊類節目《呃錢》。節目用受害人訪問嘅方式去介紹唔同類型騙案。第一集，分界對象真假難分。案中受害人黃先生解說自己透過分界想結識異性，繼而被騙2萬蚊嘅故事。成個訪問中，黃先生以超凡嘅自信更成為城中熱話，一句 baby face 唔會冇市場，令佢一夜爆紅。其實我係有 baby face 喎，點會冇市場呢？我喺小紅書開 post 話相契嘅，有啲好多 agent 聯絡我啦，之後佢哋就叫我去福田或者係灣仔嗰邊去見一見佢哋。但其實之前有冇拍過拖㗎？因為工作關係啦，就冇乜時間去為我想要溝嘅女人。第一個佢就諗住踩低我，話我有啲肥啊，其實我係有 baby face 喎，點會冇市場呢？嗰日就熄咗冷氣啦。咁試圖製造一個缺氧嘅環境，之後我就展露我嘅健談能力啦。OK， 咁佢見呢個策略唔掂咧，就開始讚我，哇，你都幾靚仔喎，係咁話自己難做咯，你唔交錢就浪費咗我2個鐘。佢除咗第一日咧就有傾偈，咁但係個傾偈係好敷衍。咁之後第2日開始咧，佢開始已讀不回。之後我同張小姐傾，又係見面啦。第1日之後佢又係講哈哈我呢啲反應。之後第2日咧就係已讀不回。咁其實我發覺佢所謂一啲資料卡上面嗰啲資料係錯嘅。佢中意游水，咁但係佢又答我唔出，佢喺深圳邊度游水係方便啦。佢中意打遊戲，我問佢中意咩作品遊戲，佢又答唔出。事後 Babyface 更加喺自己嘅社交平台揚言30日內把東張女神梁敏巧 Maggie 追到手。我有東張 Maggie， 我使咩呃？我唔理，我要溝東張 Maggie。30日要將佢追到手，係咪咁解？冇錯。之後更大膽求婚。Maggie 都被嚇咗一跳，但都即時回過神來，將戒指歸還 Babyface， 而花束就放咗進垃圾桶。唔少網民認為 Babyface 係想搏出位，癩蛤蟆想食天鵝肉，更有人批評佢嘅外貌，例如你似受過輻射嘅樣，你係咪唐氏綜合症？你受過輻射啊？你係傷害緊真係因為輻射問題而搞到個樣有輻射嘅樣嘅人？你係咪唐氏綜合症啊？你係傷害緊真係唐氏綜合症嘅病人。真係多咗人識我咯，因為呢件事，即係啲人即係出街都會嗌我 baby 嫂啦，已經係覺得幾得意咯。即係突然之間啲人咁關心我一個終身大事。我同佢除咗係主持同埋受訪者嘅身份之外，仲有多一個身份嘅就係網民。所以其實我同佢都係最好做朋友啦，網民啦。訪期間其實佢都係好思路好清晰啦。雙王有夢，神女無心，求婚被拒，但 Babyface 仍未放棄。2025年得知 Maggie 參加女神配對計劃 ，Babyface 亦都放手一搏，相伴相隨。佢成功突圍初選，嚟到女神嘅面前。我其實份人就好簡單嘅，想追求梁文巧女士嘅。我覺得佢由內到外都進步咗好多。你覺得自己 man 唔 man 啊？你可唔可以 man 一次俾我睇啊？中意霸道總裁啊？你可唔可以做一次霸道總裁？嚟啊嚟啊！你可以行過嚟喎。而家有機會俾你同我講一段説話，你會同我講啲咩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多謝你一直以嚟嘅鼓勵包容，我不斷進步，我會未來對你更好。好真心，我好近距離見到佢個眼神，即係好 man。Maggie 你要作出呢個選擇啦，5、4，夠鐘。好多謝你再一次參與呢個節目。頭先你話嘅，完咗呢一個 show 之後，如果你唔能夠入組，你就會離開 Maggie 呢一個嘅世界。由開頭覺得古靈精怪，到今日覺得你原來係一個好認真嘅人，我都對你有一個好大嘅改觀嘅。為咗 Babyface 喊啊，咪黐咗。初頭即係我覺得佢係鉗啦，佢真係認真噶喎。雖然追求女神最終失敗，但識得放手成全，唔再糾纏，更深得網民感動。後來 Maggie 挑選年薪8萬嘅律師 Matt， 年薪500萬嘅十優醫生 Henry， 身家過億嘅63歲 Andy 哥，組成富豪組合，因此被網民標籤拜金女神。真心誠意嘅 Babyface 就慘被淘汰。係好開頭都幾慘㗎，係9個月啦，
係1蚊都冇㗎。要20幾歲人要問爸爸攞錢，其實真係件好慘嘅事嚟㗎嘛。爸爸都係一個即係可以話係一個最尊重嘅人嚟。我讀緊書嘅時候咧，佢係叫我哋唔好揾工做，即係佢都好堅持每個月都要塞錢俾我用嘅。入行冇錢嘅時候，即係佢都係即係好安靜咁樣就擺低咗啲錢。其實媽媽就比較中意賭錢，佢甚至乎係我爸爸攞咗張屋契買咗層樓去賭錢。我覺得賭錢呢樣嘢真係好恐怖啦。咁可能講緊幾百萬，3日就已經可以輸晒嘅，輸咗層樓都算啦。啱啱入行之後，佢又借錢，原來佢唔出聲咁樣攞晒我哋所有嘅名啊、地址、身份證去晒做擔保。去到後期咧，我無啦啦就收到好多恐嚇嘅電話，你唔還錢我就連街招噶啦。即係嗰刻覺得好似俾屋企人出賣咗咁，甚至乎係佢哋編埋轉港姐泳衣個樣，我嚟做街招，即係俾媽咪出賣個感覺真係好差。我唔明點解我媽咪要咁樣做啦，我好希望佢會改咯。雖然到呢一刻佢都仲未改。了解咗更多 Maggie 嘅家庭背景，我比較能夠理解佢嘅選擇。即使俾人鬧作拜金，佢亦都毫不在乎。經濟條件對 Maggie 嚟講十分重要，因為佢嘅選擇一定會為家庭帶嚟保障。至少喺媽媽製造嘅計時炸彈爆炸後，都有強大後盾支撐住，唔會好似以往只有父親獨力支撐。世上只有爸爸好，我哋無法身同感受一個賭博家庭下成長嘅孩子，嗰份無助同擔憂嘅感覺實在難以啟齒。Maggie 即使天崩開局，亦能夠出人頭地，實屬慶幸。東張女神一直為正義發聲，揭發社會問題，令人動容。女神配對被指拜金女神，實屬情有可原。任何人都有選擇嘅權利，着重經濟條件被指拜金，着重外在條件被指外貌協會，乜嘢都唔着重被指眼光差劣。孰好孰壞，誰又能心如止水，兩全其美。